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2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3篇，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15节，启示录16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息甲公义。咱伫昨昏分享到讲旧约的预言是咧新约的应允吼。基督的救恩实践了上帝伫旧约的应允啦吼。新约是旧约应允的印证，所以若无旧约是袂使。无新约佫较毋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啦吼。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存在的上帝。无论伊呼召什么人，或者是讲伊什么人来启示，上帝拢永远存在，并且现在就已经伫咧吼。对伫每一个世代相信的人，无论什么款的种族，无论倒一个国家，无论倒一个年代，上帝对每一个人拢是现在的上帝。启示录16章第5节安尼讲：我听见这个水的天使讲，现在伫咧，早伫咧，成的，你是公义，因为你安尼审判。为什么启示录这段圣经无提到讲将来？其实现在就是咧讲未来啦吼。是安尼讲？咱可能用另外一个较简单的例来去思考看觅啊。咱时常拢会讲要求囡仔讲吼，即摆吼爱较紧做功课啦，还是做啥物代志爱赶紧完成的吼。囡仔总是会回答吼，等一下啦，吼。有的人你若叫伊做啥物代志吼，伊就讲吼，明天再说啦，吼，明仔载才去讲。大多数人听着安尼，拢会回答一句话，讲永远拢有等一下，还是讲永远拢有明仔载，因为这个是持续性的，所以现在永远拢有现在啦，吼。用这个概念咱来了解，可能会较清楚小可。昨昏咱也分享着讲，旧约伫预言应允伫这个新约耶稣基督身上来实践，并且将保守咱直到永远吼。因为上帝无改变，伊是永远存在的上帝吼。这就是迄个启示录所咧甲咱启示的代志。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伊永远袂改变。伊要用伊的信息甲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检早有人会问牧师讲：牧师啊，咱总是等袂到吼上帝的审判啦吼，歹人较长命啦吼，审判吼是将来的代志啦吼。是啦，亲像俗语讲的，讲毋是无报啦吼，只是时间未到安尼吼。问题啦，对审判的角度，还是讲对现实的角度来讲，审判可能是将来的代志。但是，迄是用咱家己的角度、时间的概念在看，咱无用上帝的角度来看。或者是讲，咱无办法用上帝的时间来看这个代志。上帝的时间甲咱无共款吼。对信仰的角度来看，上帝的时间毋是咱的时间观念吼。用咱即个头前的即个概念来看吼，就是讲用即个现在的理论来看吼。上帝看时间永远是现在。什么时阵发生上帝的决定，并且就是现在。所以因为安尼，耶稣基督劝勉咱，伊讲迄个日甲迄个时，无有人会知，连天顶的天使嘛毋知，连囝嘛毋知，只有爸知。这是伫马太福音24章36节的经文。
所以，咱要思考的重点，毋是即个时间的问题，是咱要安怎来思考上帝伫信息佮公义即个审判的下面，咱现在要安怎来做？这才是咱要去思考的物件。咱毋通亲像迄个过去，伫即个士师记所记载入去迦南地以后的以色列人。虽然因甲约书亚有约定讲，因永远要服侍耶和华，但是伫蒙恩了后，到后一代就拢袂记了。因袂记了，现在还佫有上帝的同在。因袂记了上帝过去带领的恩典，因感觉迄就是过去啊啦，旧的啊啦，吼。袂记你现在还佫伫继续蒙恩得福的中间。所以，咱看见伫士师记第2章第6节到15节安尼讲啦，吼，讲因遮个人吼，入去应允之地了，无偌久，到第2代袂记你上帝恩典，离开上帝，背叛上帝，袂记你即个所立的新约，所以因就拜当地的偶像。迄代的人拢倒做，因以后过一代的人兴起，毋知耶和华，也毋知以色列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最歹的代志，去服侍巴力，去杀因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就是带因出埃及地的，去对别的上帝，就是四围遐百姓的上帝跪拜因来遮耶和华的大受气。也去杀耶和华，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洛。耶和华受气以色列人，将因交伫手掠因的人的手，因一抢因，伊阁卖因互四围对敌的手，直到因伫因的对敌的头前无阁徛袂牢。因无论去倒落，耶和华伸手降灾下互因。照耶和华所讲的话，佮照耶和华对因所咒诅的，因就极困苦。咱亲像伫启示录对咱所讲的提醒，伊讲主上帝全能的，是啊，你是审判，是真实佮公义。上帝这个时阵就甲咱三甲对地，咱伫现在就袂通甲伊相隔离。就袂通离开伊，因为上帝是信实，是真实，阁是公义的上帝。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2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23篇，士师记的第2章第6到15节。启示录第16章第1到第7节。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信实与公义。我们在昨天提到了旧约的预言是指向新约的应许，基督的救恩是实践了上帝的应许，那新约是旧约的应许的印证，因此没有旧约是不行的。没有新约，更不是基督教信仰的根本。因此，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因为我们相信的上帝是过去、现在、将来，而且永远存在的上帝。无论上帝他呼召了谁，或是向谁启示，他都是永远存在，并且现在就在。对于每个世代的相信的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种族，在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年代，上帝对我们而言就是现在的上帝。最近台湾西拉雅族庆祝得到福音393年的一个感恩，那也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过去上帝跟他们同在，现在也是在的哈。启示录16章第5节也这样说：
我听见我听见那管理水的天使说：昔在今在的至圣者啊，你是公义的审判者。这是第5节。为什么启示录这边没有提到将来，只有过去现在？其实按逻辑上来说，现在就是未来，因为现在一直在发生当中。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易懂的例子啦齁，我们常常要求孩子们马上去做功课啦，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啦，那他们总是会习惯回答说啊，等一下啦，或是有些人就会说，哎呀，明天再说啦齁，啊，那我们常说啊，减肥啦、戒烟啦，啊，明天再说啦齁，这样子。那大多数的人会回答说啊，永远都有等一下，永远都有明天，对，永远都有现在。昨天我们也分享到旧约的这个预言的应许是在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的，并且将要保守我们直到那个永远，因为上帝是不改变，他是永远存在的上帝。这也正是启示录的所启示的，上帝是永远存在的，他永远不改变，他会以他的信实和公义来审判这个世界。或许有人会说，牧师，我们总是等不到上帝的审判啊，坏人都比较长命啊，审判都是将来的事情啊，如同俗语说的，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啊，这将来的事情哈。没错，我们从审判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将来的事情。但是如果那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的时间概念在看，我们没有用上帝的角度在看这些事情，或许说我们没有办法用上帝的时间概念来看。从信仰的角度来说，上帝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概念。从我们用前面在讲的那个概念来看的话，上帝的时间永远是现在。什么时候会发生，上帝会来决定，并且就是现在，上帝的现在，记得哈。也因此，耶稣基督劝勉我们说，或是提醒我们说，至于那要临到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儿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我们要思考的重点是，不是时间是什么时候，是过去、现在或是将来。我们要思考是在面对上帝的信实又公义的审判之下，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做？既然我们现在是在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如同那一些进入迦南地后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蒙恩得福的进入了应许之地，到了下一代之后就忘记了上帝现在的同在，然后他们离弃了上帝，以为那些蒙恩的见证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们忘记了我们现在还继续在蒙恩，还继续在得福当中。士师记第2章第6到15节的经文记载了以色列人进了应许之地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忘记了上帝的恩典，背弃了上帝，与上帝所立的这个新约都就忘记了。经文这样说，那一代的人都死了以后，下一代的人却不知道上主以及他为以色列人民所做的一切事。后来以色列人民得罪上主，开始拜巴力，他们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去拜别的神，就是他们周围各国所拜的神明。他们激怒了上帝，上帝离弃了上主，去拜巴力和亚斯他路。因此上主向以色列人发怒，把他们交在掠夺他们人的手里。
交给四周的敌人，使以色列人不能再抵抗敌人。他们每次的出战，上主都照自己所发的誓敌对他们，他们遭遇极大的苦难。正如同启示录对我们的提醒了主全能的上帝啊，你的审判却是真实公义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上帝是昔在今在永远存在的上帝，因为他是信实的，他不会改变，他是从过去现在将来都不改变的上帝。他天天保守我们，赐福我们，看顾我们，也天天用他的真实与公义来审判我们。